各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7日早起新闻，我是杨淑晴。新闻一开始来看到第54届电视金钟奖第3举行，公司戏剧《咱甲恶的距离》得到戏剧节目奖等6项大奖。另外，戏剧节目男女主角分别由林小华甲高静雯摕到终身成就奖，颁予伫电视界做66年的张小燕。 第54届电视金钟奖昨暗举行，71岁总艺天后张小燕，伫电视圈工作了66年，摕到金钟奖终身成就奖肯定。伊伫咧致辞时阵特别感谢观众的支持。我要非常谢谢电视机前面所有的观众朋友，这么多年以来，你打开电视，让我到你家的客厅，忍受我的聒噪，跟着我一起笑，一起哭。 我希望在你的人生某一个阶段的回忆里面，都有我，都有我的陪伴。贾静雯，我们与恶的距离，恭喜！坚韧无比的表演，情绪满载却不张扬。公司的节目《咱甲恶的距离》是得到戏剧节目导演、女主角、男配角、女配角，也有编剧6项大奖。 你的囡仔唔是你的囡仔，是摕到迷你剧集导演奖、电视电影奖、迷你剧集女主角、戏剧类节目剪辑加美术设计等奖项。新的派歌手黄小琥以《我是电视人》主题开屏表演，以音乐加歌词搭配着微电影形式，向幕后电视人致敬。大荧幕播出真侪辛苦无人知电视幕后工作者，和大家真侪艺人拢目眶红。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关心香港反送中的抗争。 香港政府伫昨开始实施禁服民法了后，香港真侪所在拢有示威活动，不少银行、超市拢选择暂停营业。港铁嘛宣布，除了机场快线，其他全线拜六暂停营运。伫拜六，香港几多间银行的分行、加连锁超市、百家加惠康，也有屈臣氏 7-Eleven 等店，铁门拢有来。 香港马会所有的电话投诉站也拢暂停服务。伫港府宣布禁服民法了后，相关业者惊受到示威活动影响，拢暂停营业。机场花线列车只提供来往香港站及机场站的服务，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几落的港铁站几工前受到大规模的破坏，所以港铁也宣布除了机场快线计划，全线伫拜六暂停营运。 港铁讲尽量争取伫礼拜一早起恢复有限度的服务，也公布定期的路线甲车站。拜六半暝，旺角警署外口依然有真侪人，警方透过放送经过在场人士正伫咧参加非法集会，也第一遍引用禁止服民法第3条，经过现场的民众将旁边的物件摕掉，然后就开始清场。 警方甲路洞清掉，并且逮捕示威者，还有真侪人也是戴着水眼或者是面具无伫咧惊。有网友发动10个吹流到面园，希望300万港人上街游行。记者综合报道。香港政府伫初5饭点正式实施禁服民法，和社会大众非常不满。全香港18区拢有抗议活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后面的民众拍便衣警察这种行为实在真暴力。挂水暗夜雨伞，初5下晡的香港有真侪地区拢出现类似的场面。不少香港民众不满港府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定禁止服民规例，所以发动游行，对铜锣湾开始组织，佮对湾仔金钟中环方向行，表达反对的立场。游行队伍当中，个人有黑色和黄色标语的布条啊，表达诉求，反对政府引用紧急法。 几十名防暴警察提盾牌和警棍出现在中环，将几个示威民众带上车，现场气氛紧张。
面对初4暗香港爆发的警民冲突，特首林郑月娥初5发表录影谈话，以和平报道称呼示威者，佮批评极端暴力行为，认为暴动更加反映出订定禁和平法有坚实的依據。暴徒嘅極端行為，令香港昨晚度過咗非常黑暗嘅一夜，令今日嘅香港社會陷於半癱瘓。特區政府將以最大嘅決心壓止暴力。我呼籲大家支持特區政府依法制暴，一齊譴責暴力，以堅定嘅意志同暴徒割席。晚上中風波不斷升溫，香港工聯會嘛召開記者會，譴責初4暗有和平超烏衫嘅人破壞因至少20個服務點，影響到正常服務。肆無忌憚、無差別咁樣去進行破壞。我哋多區嘅工人俱樂部啦、工人醫療所都受到唔同程度嘅破壞。我哋工聯會咧，亦都對呢啲咁嘅暴行予以最嚴厲嘅譴責。反送中事件已經發展3個多月，雖然逃犯條例已經退回，但是即馬佫浮現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的運用，爭議恐驚短時間內佫無法度結束。記者綜合報道。繼續來看今仔日報紙有報道啥物大代誌。首先來看到《中國時報》，去年3月衛生紙之亂引發全台灣搶衛生紙的熱潮。根據主計總署長公布，今年前9個月衛生紙起價年增率達到7.57%。不過奇怪是，國際紙廠其實已經降價35%。《蘋果日報》台北醫學大學附設病院傳出婦產科醫師屈延海原本要替病患掛腫瘤，卻切掉要求，病患目前還佫佇咧加護病房治療，法醫嘛已經暫停屈延海的手術權限。自由時報，警政署執行今年選前第3波全國大掃污，這波掃污逮捕337個人，而且佇連班獲檢85個人，其中佇連11個檔口12位重要人物被列為治騙的目標。繼續來關心南豐澳大橋，佇拜六上午已經有大型的升降平台進駐蘇澳港。交通部處長黃玉玲表示，上緊佇後禮拜3會進行拆除作業，將會撤走5地到7地作為證據保存。拜六早起，一座1萬噸的大型升降平台，即來蘇澳港7號碼頭，準備要啟動大橋拆除作業。交通部表示，上緊佇後禮拜初9來作業，採取分大切割，預計5個工作日就會當來完成。考量到證據的保全，也要考量到工作效率，所以切割面越少越好。那目前我們規劃可能會切到7塊，那整個拱結構是整個不會整塊拿下來，不會再進行細部切割。因為村落內橋橋要甲300棟遐重，佮加上橋面有1000棟，交通部考慮到要保存證據，才會用分段來切，預計用大型的吊車吊起蘇澳港來暫時坑力。互檢調單位會當進一步來調查。宜蘭地檢署嘛指出，南豐澳斷橋的案件偵辦的進度，複雜的程度比台鐵的普悠瑪案件佫較大，包括路面的鋼索甲節點，佮要對大橋特殊的工法再當等等進行了解。而且大橋放棄造成6個人死亡，責任的歸屬第一時間是正好查清楚。其他橋的問題，監察委員嘛有人申請主動調查。橋本身倒下去產生的問題，那是不是一個全面性還是個案性？本來在漁港裡面的很多船隻，因為這樣而好幾天沒辦法出去，民眾的權益的損失這部分是不是有處理得很好？除了一寡唔知什麼人管理的橋甲危險的橋管理的問題，監察委員閣要檢視所有漁船甲受害者的損失賠償，尤其是漁港長期待佇咧船面頂，嘛互外籍漁港佇台灣的人權問題去互注意到，監察伊嘛來入去調查的方向。記者綜合報道。來關心天氣，今日開始受到微弱的東北風影響，北部加東半部天氣偏涼。咱來看上新的溫度。今日透早以及暗時，低溫只有21度左右，日時高溫有28度至29度，局部地區有短暫陣雨。中南部涼爽舒適，日時高溫33度左右，不過日夜溫差大。另外，氣象局指出，今年第19號風颱卡子貝無排除會發展為強烈風颱，對台灣是毋是會有影響？所落來這2天是觀察的重點。繼
继续来关心香港实施禁服民法，除了总统蔡英文再次呼吁香港政府爱甲人民对话，行政院长苏家全嘛表示，爱香港政府赶紧回头。香港实施禁服民法引起各界不安，总统蔡英文再度呼吁港府爱和人民对话，进行面对人民的要求。立法院院长苏家全是对这感觉真遗憾，呼吁港府赶紧回头。我们持续的呼吁香港政府要真诚的面对人民对于自由民主的这个要求能够尽快的坐下来，好好的跟人民来对话那任何会升高这个对抗的情势的做法，其实都不好香港政府能够悬崖勒马，如果继续这么做下去，是会火上加油。非常多的历史的经验，民主自由必然战胜一切。蔡总统对香港议题表达关心，不过前总统马英九是伫国安论坛顶面批评蔡政府操弄人民惊吓的感觉，无承认九二共识必须两岸关系恶化会变成断交总统，无应该被动亡国感，但是由蔡总统反击回去。反中成为执政无能的遮羞布，甚至成为整肃政敌的武器。明年就让我们下架无良政府，驱散芒果干。让国家重拾正确的方向。把前总统讲的芒果干，那如果有这个感觉的话，我相信当初种芒果的人很可能就是他。蔡英文强调，政府伫咧两岸政策采取无挑人的态度，坚持维护主权立场。即马情势早就无共款，面对中国大陆步步进逼，若是退让的态度会互人民感觉不安。国家需要的是一个采取无退让态度的领导人，强硬坚守政府的立场。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要参加总统大选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外界真关心伊是毋是以总统参选人的身份去美国访问。韩国瑜的国政顾问团团员受访的时阵表示，目前也搁咧评估。拜六部上班的日子要摒弃着高雄市长韩国瑜是采往来产地了后，随过来了解美浓区水利的产销状况，面对农民反映讲长期欠卡手的问题，要求农业处来斗3工。不离个总统大选的日子是愈来愈晚，伊个无用市政，甲有遐多兼顾。韩国瑜是强调讲，目前的阶段也是以市政为主。有这个市长的职，我此时此刻当然是重视市政。那如果要开始拼国政、拼总统大选的时候，自然会有其他的论述出来。韩国瑜强调讲，市长的工作是即马上重要的任务。不过外界传讲，韩国瑜会以总统参选人的身份，第2届来访问美国。确定的时间线一定有变化，原本传出讲10月份出发，即马阁有可能变到11月份。对这个代志，传出讲会替韩国瑜来规划访问美国的行程，也就是国政顾问团两岸小组的组员。所以，伊无甲话打真的。他现在事情非常多，时间非常短，现在只剩下100天不到了，所以这个事情在审慎评估当中了。对，还没有任何决定。所以有可能不去吗？我不敢说，去或者不去，我不敢说。还有呢？美国行的谢谢。现在目前还没有。好。所以讲，大选已经剩无到100天，韩国瑜讲要去美国，也搁伫评估。不离个要去，也是不爱去，也搁无一定。嘛，互伊伫无法度确定的美国行程加一寡变数。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美国众议院要弹劾总统川普，测试向白宫发传票，要求伫10月18之前，爱将川普甲乌克兰总统讲话的相关文件交出来。不过，白宫回应，这只是咧浪费人民的税金。美国众议院包括外交事务委员会、情报委员会甲监察委员会，测试联合向白宫发传票，要求白宫上万伫10月18之前交出乌克兰门的相关文件。这3个委员会伫声明指出，白宫真侪届记载自愿配合众议院的调查，因无法度选择，敢会当发传票。而且，就伫咧同一天，众议院嘛要求美国副总统潘斯爱交代互清楚，川普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伫7月25讲电话迄天，伊伫边仔是做什么款的角色？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测试强调讲，民主党坚持要弹劾川普，完全是徛伫咧保卫宪法的价值。Some people say, "Why are you doing this? He's not worth it to divide the country this way." I said, "He may not be, but our Constitution is worth it. Our democracy is worth it." 针对众议院弹劾川普的动作，搁一届来升级。白宫伫咧声明当中强调讲，
发团票根本就无法度改变啥物，敢若是伫无采纳税人的税金，落尾敢若证明川普要求调查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的做法根本就无毋对。川普测试嘛指出，伊的法案予佩洛西除非众议院全院表决通过，白宫才会配合弹劾案来调查。而且伊要求调查拜登甲政治无关系，是因为因爸仔囝涉嫌贪污的行为，嘛未甲北京监视调查拜登爸仔囝甲中美贸易谈判6人做伙。No,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it. No, I want to do a trade deal with China, but only if it's good for our country, and it could happen. 川普真有信心，讲就算弹劾案伫众议院表决通过，毋过到共和党较济参议院嘛会去用动落来。民主党嘛伫明年总统大选负真严重的代价。若是拜登本人测试是反击川普贪污的讲法，强调讲川普才是美国现代史上上贪的总统。而且拜登嘛真红声，讲伊会伫明年总统大选当中甲川普来拍败。记者综合报道。现在是数位的时代，民众用手机的时间坐过越多，嘛互出版社甲册店经营袂落去。亲像是法国，即个秋天上市的新册数量甲旧年比起来6-7%，毋过就爱册人数决定利用社群媒体来宣传，嘛变成出版社新的销售管道。今日去书店想要拣一本书来看，有一寡人可能爱开几多点钟的时间来册。掩过马哥已经写好啊，伊是靠着社群媒体 IG 的 #Bookstagram 所提供的资讯。有人伫 IG 推美食、推旅游、推精品，也有一群爱煮的人伫咧 IG 用正水的图片、底片的评论推阅读，有超过3300万条大文。Even if there's less human contact, access is so much easier.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accounts and reviews. A single book can have different reviews. 要真侪出版界网红爱开时间、决心加创作力。爱丽丝加康马这对少年人阿母，3年前就伫咧 IG 开文学工作室。Instagram is a visual platform, so even though the reviews are important, the pictures need to be appealing. The goal is to make you want to read it. 因为 IG 目前有22000名追随者，对因来讲是生活中的一个趣味。透过 IG 加少年读者交流。Literature can often seem out of reach. We connect with young people who don't necessarily know about the literary world and share our love for reading. 秋天是法国出版界上重要的一个季节，重量级的文学奖伫这个时阵公布，也是新书出版上市的上重要时间点。今年新书的数量创20年来上佳纪录，只敢若524本，甲去年比7%。出版社甲作家上准着作为社群媒体广大传播力，就送新书予 IG 网红做推销。For years now, we've been noticing that traditional marketing, whether it's in the press, working with journalists, or doing ad campaigns, just doesn't have the same impact as, say, 10 years ago. Peer recommendation has become much more important, especially online. 为着要互网红推荐新书加做介绍，所以行销人员伫咧包装顶头是加做设计，用花蕊、粉彩笔来吸引因的注意。记者综合报道。过几天就是双十节咯，今年除了国庆大会，也阁有精彩的国庆晚会加宴会表演。公司台语台卖伫总统府头前，全台语转播，甲观众朋友做伙庆祝双十节。穿传统的服装，咱台湾邦交国的学生会国旗同齐唱生日快乐。双十国庆是特别来啊！国庆主持人的背景有影真多元。大家好，首先呢，非常感谢，今年刚好我也是参加国庆日。去年才拄摕到咱台湾身份证的新住民吴峰，屏东台湾族人打马，也有客家甲别人背景的主播，要展示今年国庆的主题，牵手世界，台湾起飞。美丽宴会飞过天边，旅后小组的特技飞行表演有影气势十足。伫咧有演的时阵，就已经成人捌。今年国庆大会伫咧台北总统府举办以外，国庆晚会会刷到族群也有移民比例上悬的桃园市，伫咧高铁站头前的广场举办。啊，那大家所期待的国庆宴会会伫咧屏东古迹旧铁桥头前来办，到时大家就使欣赏到国庆史上上长43分钟的宴会。台湾是一个多元种族融合的
一个国家之外，我们特别还要与世界各国携手合作，才能够共存共荣。看国庆大会，准公司台语台，咱全台语宣布。双10国庆大会，台语台的主播也会伫咧总统府用全台语转播，要陪观众朋友斗阵庆祝咱台湾生日快乐。记者洪敏珍、张玉水台北报道。为着推动出租车升级转型，交通部甲自7月打造智慧租车平台，未来全台湾会有1万台出租车卖设800据点。全国租车业者协作会交通部长林佳龙宣布，伫运输管理研究所和自7会合作打造之下，会推动新的智慧租车平台。未来全台湾会有800个 U-Car 智慧租车据点，提供各地租车一地行，以做代购的共享经济。他不必须买车要怎么样？就是租车嘛，好，那刺激了整个我们产业的一个发展。那甲地租车与地环呢，现在我们的业者也有在做。那我们再利用这个平台，再把这个部分再加强、再发展。因为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103.1条，俗称 Uber 条款，特别伫10月初6实施。Uber 驾驶会受到冲击，交通部长林佳龙强调，要让每一个产业都有路通行，人车平台立管才会当公平竞争。Uber 官方嘛有告会有全新的营运方式，不过机电车产业烦恼讲，未来执法各不明确。Uber 还是重申他恢复到他现在认为说一个资讯平台的一个身份，那表示他就是没有取得所谓的建车的执照。那他怎么派遣？那你交部怎么认定他到底是合法还是非法？我们希望每一个产业都有路可走，计程车、租赁车，好各有发展的空间。交通部表示，103.1条如期取缔，但是对于有想要转型多元机电车的驾驶，因为顶半年职业登记证的报考张数无够，会增加，和驾驶伫10月底进前完成考照领证。记者综合报道。新华消息。若是进入秋冬的季节，因为外围的烟野飞来，中部的空气品质就无好。真侪所在 AQI 指标拢是感觉式的警示。台中市环保局强调，今年甲去年同期比，空气品质污染有降低2微克，不过民众表示无明显的改善。又搁到秋冬空污的季节，拄10月初2到初5 ，AQI 空气品质指标的数值，拢伫咧红色、感觉色的警戒值之间。连续3天空气的品质拢无好，针对台中市环保局无及时来甲民众预警，立委洪主任认为官员根本就不好好做代志。可能说的比做的多了哦，雾茫茫的一片的一个情况底下哦，那即使你没有预先通知，你在隔一天早上，在昨天早上也应该要及时的发讯息来通知我们的民众哦，但是连这一件工作都没有做好。洪主任嘛提出。除了中会认定当时的配合，嘛认为应该要求各营事业全面配合，针对空气品质的问题。台中市环保局表示，这届的空气污染主要是境外污染，甲境内污染扩散无好所影响的，不过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已经降2微克。中火跟中冷部分都有做查核，那查核结果也都发现他们确实有进行降载的部分。去年1到9月是19微克，那今年的话是17微克，那也可以从这个数据也可以知道我们明显改善了2微克的部分。中会配合降载，刷顶档污染源的稽查，大兴工厂档优点的污染源辅导甲管制。台中市政府强调讲已经做遮济啊，无民众敢有感觉？他这就回去都会脸都黑啊，我觉得还是跟以前一样，没有变好或是怎样。台电的方面是针对连续3天的空气污染发表声明，目前中会协调机组采取秋冬空污柜运转8只，未来114年若是燃气机组顺利开始，会采取运转机组2只燃气6只协调的做法，4只会转做备用的机组，敢若会伫春夏毋是空污的季节 ，AQI 比100较低，而且备转容量比800较低的时阵，才有启用的空间，爱民众来放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开始受到东北风影响，北部东半部的天气转为凉冷。气象局上午针对宜兰、屏东发布大雨特报，继续咱做伙来看今日各地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1度；
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9度。华岛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咱再会。